胜心，增强斗胜心。伫迄个时阵，你若有这种心的话，你的心会作乱。而且你会树立你的敌人。个人各位前辈，敢是安尼？因为安尼讲，因你拢要比人较好，你拢要甲人比落去，你拢要迄个上好的。要甲人比落去，伊也要甲比落，伊要甲比落去。有当时还是会想办法呢。免那甲打压嘛。甲打压，互伊赢咧，要互我家己秃头。安尼你敢会树立敌人？会嘛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当然毋是你袂当比人较好，会使，但是会当做你尽量去做。但是我有是增强斗胜的心，我进步精进的心。咱就讲你有精进进步的心，别人同款有精进进步的心。你袂使讲人比你较好，你就要把他压下去。会当看有咧。若安尼的时阵，你搁比人较强到嘛？所以讲咧，咱大家拢伫同时的成长里面，咱大家拢看好，大家会当成长，咱甲看起来就是足好的啦。咱伫道场内底，大家若拢总是足精进、足优秀，咱的道务才会发展。会啦若无干那优秀我一个尔这个道务可能会哩哩啦啦啦，因为咱这道务太大嘛，爱有够的人愈济嘛。大家人也讲，经历拢足好诶话，亲像志光老师安尼话，你看咧道务都建设出来，所以讲咧，伫儒家，积极入世，那么咧伫儒家，咱也拄仔讲过，半部《论语》，可以治天下。伫咱道德经来讲，伊是先讲道，然后咱杀伫人道。伫儒学来讲起，先讲人道，来当去杀倒转去天道。因天道就是根那么咧伫人道来讲起，你有这个人道，你嘛爱知影有一个因缘嘛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伫儒学内底咧，咱就是一定爱做好着家己，然后毋是做好家己尔，你爱知影咱有一个因缘咱各位前人大德，人也百岁，伊若讲要转西方嘛，敢是？要转西方是要转过西方。西方就是因，西方就是道，西方就是咱的本位，所以讲咧，这就是任何一个宗教咧，拢是同款，所以讲咧，咱一定要了解，积极入世。如果伫咱在世当中咧，我们的人道一定要圆满，你若讲你的人缘如何，代表你做人好，敢是安尼？你若从我人较会无啥爱交咱去交叉，咱爱家己去梳理自己。是毋是我脾气敢无变伤歹？大家若看到我就走，无有当时倒来嘛着笑咧。你若讲我看到脾气无变好的人，无脾气无毛病的人，咱足爱甲伊斗阵，因为歹歹，人生歹歹，看到迄个人歹歹所以讲咧，伫这个所在，咱的人缘就。尤其是咱咧修行学道，咱来广结善缘，咱不要广结冤亲债主，因为咱欠人的已经还袂了咱若搁伫修道内底广结冤亲债主，哇，安尼就愈歹所以讲起来，我们要广结善缘大人来修道会当引进兄弟姊妹来修烦恼，这是人生上艰苦的。所以讲咧，这个各修各有不及，各有不及的种中庸之道。喜怒哀乐之谓花，谓之中。花之皆众结，拄较好就好啦。因为咱人有七情六欲啦，无可能讲我修到拢已经达到圆满喜怒哀乐之谓花，若修到安尼是最高的意境。但是咱人有七情六欲。望桥归，喜怒哀乐，花之皆众结就好啦，安尼咧自然而然咧，咱的人生就会圆满，那么壮年迄去皇宫春风日意的时阵，亦有节主，
亦有节制，哦，争强好胜，误入歧途，哦，这个细意啊，哦，咱若如果讲春风得意，就是讲慢慢已经有起色、有成就的时阵呢，咱爱安怎？咱爱头愈加，头爱愈顶愈加啦，代表你成色是对。哦，那么咧，如果讲伫你春风得意的时阵无节制，我就是接到，你拢叫我第一名。安尼咱安怎甲咱看？这个人嘛，安尼臭单，但是安尼，哦，啊你若讲较无人迄画好个人，无开咧，你像迄个黄仁勋吼，哦，来到台湾的即个旋风，安尼有迄无？啊，伊有亲民无？啊，伊足亲民哦，哦，咱敢若看到伊安尼，咱感觉足爱交伊做伙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起呢，哦，咱一定爱去注意。啊，伊嘛是一个大企业家呢，伊敢是争强好胜。哦，当然咱公司开就是一定要趁钱嘛，哦，一定要有进步。啊，无人来公司上班的人要安怎？哦，我叫人出来叫人死。所以咧，公司的经营好势，爱有进步，那个是没有错。但是伊毋是叫人咧争。哦，用你话主张，你家己的公司经营好势。之前前线你着顾好势，我甲我的公司顾好势，安尼就好啊。哦，毋是我交你咧做。哦，啊，咱的本分是爱公司愈开愈大间，咁样呢？哦，所以讲起呢，内心哦不要争强好胜而误入歧途。所以讲呢，为人低调，心平气和，处人心中的关卡，处处不留余地，毫无原则打击对方。咱甲看有？哦，你处处不留余地，你要大家搞啦。人讲理直气壮，今日我唔对，你理直气壮甲我清算，安尼敢对？要讲起来是对，因为我唔对嘛吼。但是你理直气壮，你会当甲我清算的时阵，你理直气和讲啊，我紧，安尼意见敢有较好？意见好就是极好。迄人我就甲报伊啊，你也讲啊，人到好个啦，啊，你拢袂甲计较啦，哦，佮甲讲啊，迄袂要紧，哦，人袂拄啊好一定加，有迄种宽容、包容，哦，下心，人拢好，安尼你以后用敢会好？一定好。哦，我当咧讲啊，咱最近呢，哦，迄个保安前多一个，哦，迄个康老板，迄个康老板呢，伊咧。即顶帮无的啦，哦，啊有一天呢，来伊遐好势，伊讲吼，迄边的顶帮无的头家哦，为性格作歹，若迄工仔顶唔对吼，迄个骂甲牵死，哦，啊拢蹭3字经，蹭3字经，你敢知安尼讲啥？知道不知道？啊，知道的就知道，不知道的就不知道，安尼就好啦，哦。啊，即个康老板伊讲我白啦。工仔对唔对？我袂要紧，条开搁定落。因为伊讲你甲骂甲歹，伊嘛是爱搁定倒转去啦。哦，啊，搁而且互迄个员工有一个压力啦。哦，啊，你也讲袂要紧，条开，因尔讲你甲骂嘛是爱条开，但是咱会过嘛。啊，你倒不如讲叫伊条开，搁甲定好好势，人会看你哇，你头家量有够好个，人会甲你学落来，甲你救头。人讲你头家好啊，你也看卖啊，因为迄会动工啊，哦，交来个定定会动工嘛，哦，啊就加开较济钱。但是咱这康老板讲哇，互我收入嘛无遐好咧，哦，所以讲这嘛是互我学习的对象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咧，咱是伫咧学习的当中咧，哦，当然咧，咱毋通处处不留余地啦，人袂拄啊好下啦，吼，啊，不要打击对手，让他永无超生之日啦，哦，安尼就好吼，安尼家己嘛袂出发啦吼，为己莫得利益，哦，地令自分，自食恶果，哦，自食其果啦。若是为着家己要得到利益，哦，我展现我的威力，若安尼话，地令自分，因为我看你外在的那一种的气势，加这个气势，哦，到最后呢，自食其果，哦，那么呢？第二小点呢，孔子讲戒道，老子讲不争，毋是消极的主义啦。哦，戒道
哦，甲不精，毋是消极的主题哦。人讲恁修行人是消极，各位先生，咱修行是积极还是消极？积极。积极。我人生不好，我脾气毛病不好，我要修道。我修道的是我积极的改变自己，哪有消极呢？哦，哪有消极呢？尤其是咱进都是在家修嘛，大家拢事问工商嘛，做头家啊，敢是安尼？敢有讲啊？我咧修行了，我怎头路唔做？没有那个人啊。哦，伊颠倒会搁甲头家的角色扮演得搁较好，因为安尼讲，即个员工内底有1000人、2000人、3000人，这是靠即间公司趁钱，等于咧维持家庭呢。我会当讲头家讲啊，我咧修行啊，无要紧啊，反正到时拢无，我即嘛无爱甲经营啊。安尼头家唔对，你无甲你的本分做，你爱修。我即摆有社会责任，因为我是一间公司的头家，我有500个员工，有1000个员工，因兜的安家费用是爱伫即间公司来发互伊。啊，你才会使经营无好，安尼就唔对啦哦。哦，所以当然，修行是积极的人生，不是消极。哦，啊，若无讲你拥有足济，你无修行，到最后真的双手空空。哦，所以当然，伫这个所在，伫道德经讲，江海之所以能为必国王者，以其贤下，故能为必国王。哦，是以圣人欲上人，必以言下治。哦，欲上人欲先人，哦，必以身后治。是以圣人处上于民不良，哦，处前于民不害。是以天下独推而不妙，哦，以而不精，故天下莫令污之精。所以讲呢，这个江河大海，伊会当形成一个江河大海，伊就是善相。迄海敢有比陆地较低？敢有？是海较低，还是咱陆地较低？海啦吼。所以你甲看，伊会当形成，我会当做必国王。哦，因为伊善相，伊屈足低，伊融入，哦，不择细流，大海是不择细流成其大物，伊就是伊屈甲足低。哦，所以咱人愈有成就，你一定要屈愈低。哦，人带的众星拱月，你的德性才会流露。这嘛是咱修行学道的哦，所爱去学的。哦，那么圣人欲上人，那么呢，当然圣人，甲咱一般的百姓来讲咧，圣人是咱的在上不在下。那么为虾米？因为伊言下，伊谦卑。除了谦卑之外，还是谦卑。伊谦卑，毋是挂伫嘴里，是伊举止行为，拢是言下。那一种由内而外的那一种真诚的流露。哦，所以讲呢，这个圣人，互人会甲伊尊重。哦，伊嘛不断的付出，啊，伊无因为伊的付出而来讲你甲看卖啊，这若无我吼，你嘛拢无法度咧。哦，你甲看卖啊，这安怎，但拢无我无法度。他不会这样讲，伊默默的做，默默的耕耘，会当做你来做较济，会当做我看去，你甲做我看去，伊点点。圣人是因为安尼互尊重的。哦，圣人若讲伊咧教化万民，你甲看卖，恁若毋是我吼，恁早就走去六道轮回啊。哦，讲过家己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呢，伊这所在呢，言他，哦，以谦卑，哦，那么呢是以天下乐而不言。那么咱对伊的尊重是以而不精，伊袂去坐啦。哦，伊袂要咱伤坐啦。伊家己呢，拢不甲足地就对啦。哦，所以讲呢，水利万物而不精，水敢有不足地？随人往高处爬，水往低处流。伊不甲足地。哦，伊来洗便所、洗臭的物件、洗啥物货，伊拢互你洗。伊敢有甲咱骂？伊敢有甲咱讨人情？恁这个人啊！你敢有甲我水洗洗？
无我这水你是袂生活人的，无你斗便所要哪冲？伊敢有安尼甲咱讲？伊拢点点互你用，搁互你点点的，搁互你点点互你用去洗臭毛毛的物件，一个足多的。所以讲咧，咱老子伊讲水利万不疑不精啊，处众无疑啊，处众无疑。歹势，我后面这段袂记真，帮我查一下吼。那么咧，伊就是讲一经利道经啊，利道经，所以咱来学水的油啦，学水的不精啊。所以讲伫遮就讲啊，基本的理念，水道就亲像水，水伊缺下，缺下。伊形成一个国，就是地下嘛，所以讲咧，说明伊是不争之德，它是不争之德。所以咱人搁外头、外强、外厉害、外有钱、外有地位，希望你是谦谦君子，谦卑的君子，人会肯定你。他拄仔咧讲，好我毋对，你外主张会当伊对，伊会当直接甲我清算。但是伊无，伊讲无要紧，人袂拄我好，伊甘愿互我批，伫平的伊互我批，伫无形的内底，伊是得来是实。人就讲哇，你外主长咧，真正迄咱咧得情真啊足悬的，人敢会甲学了？伊是有爱学，伊有啊，看会到的是伊损失，看袂到的是伊得成成家嘛。敢是安尼？性价就是都安尼，嘛就是教育咱爱安尼做，所以讲咧，而遮不争不为，基本的精神，不去争夺世俗的功名利禄，这咱六祖咧拜五祖的时阵，五祖讲欲求好物，伊咧问讲你来要求啥？为求作福，不求遗物啦。六祖甲五祖安尼讲，为求作福，不求遗物，啥物我拢无爱，我干那要做福呢？因为你本来就是福啊，是你倒转去归迄个本位尔，你嘛无贪，是你本来的责任就是安尼。所以不争的目的就是为利万物，含利己，生利人，然后才利己。咱各位亲戚，伫道中所做的，是毋是咱拢是付出？敢有人客气？道中敢有法子讲来你500，来你1千，都空地了，敢若摕出来。所以讲咧，拢是付出、牺牲、奉献，其实嘛是为了你自己。因为了愿就是了业嘛，借着成就别人，来成就自己。因为你成就了别人，才成就了你自己。你是众生的贵人，众生也是你的贵人。所以讲起来呢，咱虽然是付出，不过呢，嘛不断的在礼记啦，所以因不精，所以出下，为什么？因为不精，所以咱来苦劳加落来，苦劳加落来，伊绝对是对，就是有利的迄边。那么呢，为什么爱安尼？因为因上大家拢要做，迄悬的大家拢要做啦。你若当着一寡有心的人，